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 Anna，今日係2025年12月16號，去咗荃灣試56蚊 T-set 火帶，同埋17號呢去咗中環街市試越南炸肉，筆呢就叫做靚人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今日要出如心廣場辦啲事，途經全新天地，聖誕嘅佈置相當靚，有2個高達嘅擺設。超勁靚，仲有各款高達嘅模型同服裝售賣。之後就去咗位於千色匯嘅粵北牛肉粉嗰度食下午茶。店鋪細細間，佈置得都相當之靚同埋舒適。今日嚟試下呢個56蚊粵北火帶 T-set， 係包咗一杯熱奶茶。我酒板上呢就會加埋碌蚊一齊食，味道呢會提升咗，比較惹味。生牛肉片嘅份量都幾多，賣相都幾靚，湯都夠熱嘅，大約將呢個生牛肉片浸30秒就可以食得。呢個粵北生牛肉片呢，切得好薄嘅，都好夠新鮮，同埋呢食落去呢都好腍滑，又有牛肉味。醃隻丁呢味道啱啱好，相當之野味好食，而且呢份量有5塊咁多，好耐呢都未試過咁腍滑野味嘅生牛肉片，實在係一個大滿足。生牛肉河呢，越南同埋粵北呢都統稱為火帶嘅，呢碗呢就充滿咗粵北生牛肉河嘅風味，配咗一嚿呢勁腍甜嘅蘿蔔。非常之清甜好食，仲配咗9層插，香味非常之濃郁，都有好多芫茜嘅湯呢就係粵北嘅湯底，味道呢係比較甜嘅。檬粉嘅質感呢相當唔錯，又爽口又夠腍滑。56蚊嘅下午茶餐唔使加一，美味抵食。以下係今日餐廳下午茶同各款美食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係2025年12月17號，去咗中環街市行下，經樓梯行上去1樓，就係呢間 Toca Loca 全球首間旗艦店，主要係售賣可愛又有趣嘅玩具同埋商品，以超市為主題，非常受歡迎。都有多款唔同顏色，我最中意嘅 Cafe Cat， 跟住落返樓下叮叮框嗰度逛下。中場嘅位置呢，有間 Bar Stories， 而家可以 Happy Hour 嘅。沿途呢都佈滿咗食肆嘅，轉個彎呢，就有一隻好可愛金色嘅豬仔錢罌擺設，仲有昔日用嚟磅重嘅懷舊磅重機。今日揀咗 G16鋪呢間粉咯。順越南牛肉粉食下午茶餐，有個好大個嘅餐牌，開到6點鐘。呢面茶飲店都寫住調一杯心情，都擺放咗好多餐台椅，仲寫住士多啤梨啊，都有個食店。係揀咗炸魷蓮藕蝦餅撈檬，炸春卷呢，越南就叫做炸魷，粵北呢就叫做靚人。越南春卷呢啱啱炸起，夾落去呢個皮呢，都覺得係好脆㗎啦。餡料呢有紅蘿蔔、蝦膠、雲耳等等，但係呢就比較腍，同埋呢味道一般。仲有呢個粵式嘅蓮藕蝦餅，蓮藕呢都幾爽脆嘅，蝦餅呢都夠爽口彈牙，但係呢味道就略為太甜。呢個撈檬呢都配咗蘿蔔絲、青檸同埋生菜。檬粉呢係正宗嘅越南檬粉，爽口彈牙，加埋碌蚊一齊食都唔錯。但係佢嘅碌蚊調教得比較淡，加幾隻青檸汁、指天椒粒，酸酸甜甜撈勻嚟食，味道唔錯。下午茶就食咗58蚊，唔使加一，都算抵食。回程經過國際金融中心1期，聖誕嘅佈置都唔錯。喺呢度預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！ 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